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第8轮的 AZ 疫苗，今仔日开始来注。这轮注射对象包括18岁到22岁，会当注第1剂的少年家，甲75岁以上会当来注第2剂的长辈者。啊，讲即摆全台湾还佫有308万人，等要来注莫德纳，但是目前莫德纳无货，嘛互65岁以上等要注第2剂莫德纳的长辈者，等无就是等无。都有专家来建议，应该就要开放到性质同款的 BNT 疫苗，互长辈者会当参南来注，来提悬到保护力。曾经场今仔日无要比赛，不过大家赶要来注疫苗，等啊等，总算等到 AZ 疫苗。AZ 方认为是会使男女注上侪无共牌子的疫苗。第8轮今仔日到9月23开始注射，对象包括7月19进前已经先登记的18到22岁少年人提供第1剂，还有已经注过第1剂过10礼拜需要注第2剂的人。宣布第3级我就来打了。那时候没有选择，只有 AZ 而已。因为一开始是 AZ 先开放登记，对，所以就直接登记。像还是有几个朋友会想要打莫德纳，但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。大家拢有介意的疫苗，要是有人较介意莫德纳疫苗，不过疫苗伫倒位？按照目前指挥中心提供的注射数量来看，全台还有要308万人来等第2剂莫德纳疫苗。当中有197万6000多位65岁以上的时段，注第2剂的时间要到啊，却无疫苗会使注。医生建议应该开放同款是 mRNA 的 BNT 疫苗来男女注。目前第2剂比较简单的说法是直接可以把它，如果第1剂打莫德纳，第2剂可以换成 BNT 了。因为不管怎么样呢，得病以后呢，还是这一群60到80岁这一群人是最容易重症跟住院。因为莫德纳和 BNT 疫苗两种的保护力效果接近，疫苗的性质和副作用拢差不多。伫疫苗到货量无稳，每一剂拢真重要的状况，开放 BNT 男女注嘛变做大家讨论的一个选项。